60甲地的哦，对啊，加过来的可以哦，60甲地，但是都是85度斜坡哦，地很大啦。好，也要谢谢我的拉铁粉们，好，带来这首《拉千禧》，谢谢各位。 掌声加尖叫！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千禧是拉千禧，拉萨东是拉萨东，该有你是该有你，拉铁粉是拉铁粉，哦咿呀哦啊咿耶呀那哦嗨那咿呀哦哦呀，呜啊嗨呀哦啊咿耶呀哎呀哎呀，哦咿呀哦啊咿耶呀那哦嗨那咿呀哦哦呀。 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还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千禧是拉千禧，拉萨东是拉萨东，该有你是该有你。 拉铁粉是拉铁粉，哦呀哦啊咿耶呀那哦嗨呀那咿呀哦呀，呜啊嗨呀哦啊咿耶呀哎呀哎呀，哦呀哦啊咿耶呀那哦嗨呀那咿呀哦呀。 哇嗨呀，哦哎呀哎呀哎呀，拉千禧是拉千禧，拉萨东是拉萨东，该有你是该有你，拉铁粉是拉铁粉，拉铁粉是粉红色的。 谢谢。为什么你是粉红色的？好了，欢迎大家，我们有卖拉铁粉的，义卖这个拉铁粉的 T 恤，欢迎大家来穿哦。啊，我看看拉铁粉能不能凑到100多个，然后在我们部成为一个阶层，应该会蛮嗨的吧？那我们头目就说你们是哪里来的嘎布？哪里来的阶层？你说你是台北部落的，还是高雄、台中？好，不管怎么样，海边的孩子台东场也很开心，大家都来，然后还有好几场，接下来下礼拜6月17号礼拜五晚上就是金曲奖颁奖的前一天，也会有在台北有海边的孩子的演唱会，旗舰版啊，然后希望大家帮我多多宣传哦，因为真的钱很难赚。然后募集基金，我觉得这演唱也是我唯一会的事情，就一张嘴嘛。然后当然呢，可以贡献多少就贡献多少。然后原住民是绩优国，请大家小额投资，好不好？一张门票没有多少钱，还要扣掉店家抽成啊什么的。好了，讲钱伤感情啊。然后可以帮忙宣传，或者是谁有 Facebook 就帮我打卡，这样有没有？打卡懂吗？ 不懂的话，你可以问年轻的朋友们，什么叫做打卡？打一张打卡在都兰，在台东不赖。好，
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了，然后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这是我们部落在庆典的时候都会唱的一首歌阿美族的那种唱歌方式，一个人领唱，其他人答唱，然后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就会给领唱者力量，于是领唱者的曲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好，讲那么多，试试看啊！我当，还是你当领唱？谁要当领唱？好，当领唱好了。还没有把他们教会了，慢一点哦。你唱哦。啊呜哎呀那呀哦嗨呀，打唱。哦嗨呀你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8个字嘛，因为哦嗨呀3个字一模一样哦。这是我们最基本款哦，不会就真的。你要问你妈妈的，你是怎么办到的？你怎么不会？很简单啦，要学啊，学一下好不好？来，哈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来一起。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多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哇呀那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不要唱好不好？不要唱哦，不要放弃自己。不要唱哦。哇呀那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哇呀那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咿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哦哎哦啊咿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嗨呀，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咿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欢哦哎哦啊咿呀哦啊嘿呀呀那咿呀哦欢呀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炸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哦嗨呀炸！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谢谢，我是楚明，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待会儿我跟陪大家签名拍照、买东西。